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伙了解。台电将伫国信桥边闸门溪流域兴建5座的高压电塔，北环7个地区3座已经完成，目前正进行南环安南区的部分，而且也已经兴建一半。立委陈廷辉伫接到民众的陈情，上午甲议员陈坤和以及附近市的里长、甲里民前往施工的工地陈情。议员陈坤和表示，当初反滨南的时，就反对高压电塔的兴建。现在台电竟然以绿能重电的诉讼要兴建高压电塔，而且事先嘛无甲居民来沟通。议员强调，因并无反对绿能，毋过就是爱甲居民沟通。你事先无甲地方安尼来沟通，事先你嘛无开一个说明会来沟通，讲恁采这支电塔。到底这支电塔，因为以我所在，恁以前采去是要用山上遐的电骨来食的，对无？尾啊，就是咱7股这边遮做绿能，较大遮要用绿能来使用的，对嘛吼？恁地下是种足早咯，公路足早拢台好啊，足早也台好啊。恁要来设遮，实来讲，咱要用电，咱嘛袂当共相反对啦。重点。你爱甲阮沟通啊！你拢无甲阮沟通，一个就知咯。会引起地方的反弹。你当时若有来沟通，要用什么施工的方式，大家来沟通好势。毋通即马拆落来，大家来抗争，恁艰苦，阮也艰苦啦。你们不在乎地方的，阮家唔是建水溪，你2座3座高压电塔拍来拍去，阮家嘛唔是建水溪，你伫遐搬来搬去，阮家。一座高压电塔都袂使甲咱拆，安尼好唔好？现场无分蓝绿，除了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另外嘛有国民党的前议会副议长周树海，嘛到场来表达意见。尤其当初台电甲7股的居民沟通的时，就曾经表示5年后会地下化。既然以后要地下化，为何无爱一届就完工？伫咱企业你咧开会的时候答应讲，按5档以内。要甲咱完成地下化啦，毋过阮是感觉讲，为什么要5档？即摆就做啊！因陈经理还佫伫个嘛，也袂死哦。这大家拢讲，拢大家在座足济，伫业尾的人拢有听到，开会拢有听到。5档要地下，为什么即摆就无爱地下化？你要加啥变钱？即阮足怀疑的。政府就是浪费公帑。拜托咱迄个委员，甲迄经济部即个定者，台电即个定者，你为什么爱2次施工？浪费一件事，佮浪费一件事。后来经过立委陈廷辉甲台电施工处长的协调，台电表示将暂缓进场，等待甲居民进一步的沟通，才做决定。咱的施工的部分是希望是地下化，莫去高压电塔吼。所以伫即个部分哦，我想你台电的即马先停止施工啦吼，先停止落来，将恁未来工法向咱地方遮吼讨论好做。你施工，我已经讲的，搁要来控争啊啦。你要控制轨道，你嘛是时间袂落去啊。你搁叫警察来排除嘛是共款的。这民主国家基本上，若地方有意见无你施工，时间袂落去啦。先暂停施工啦，协调完之后啦，把你们下一步的工法怎么处理会比较好。过去这个沟通阮做了无好的，这阮会早当去检讨。另外，这个有安全。疑虑的咱副议长讲的，这阮找第三公证，阮过来看卖，看是毋是有影响到咱的桥梁。这个线路看要安怎走，是毋是有这个空间，会当过来选，这阮拢早当来检讨啦。台电进一步表示，因为该工程将跨越闸门溪。是属于南延光到南滨161千户的线路工程，全长有21.7公里，其中19.9公里是地下化。至于闸门溪地下化，必须要用前盾的工法，工程技术较困难，
目前阁需要进一步甲居民来沟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历届议员协进会22号中昼伫台南市议会举办历届议员的联谊活动，包括议长郭信良以及座位现任甲历届议员拢到场，场面热烈。包括市长黄伟哲以及前市长施志明嘛拢亲自到场。议长郭信良伫致辞时，嘛向历届议员来介绍。议长表示，现在议会甲过去无同，上明显的变化就是借由举办各项的活动，互议会变甲更加亲民。而市长黄伟哲嘛以第15届历届议员身份上台来致辞。有一个所在，咱大家互相联系，这是必然嘛需要。所以真家己团来台南市议会，都无得到人的重视。所以我做议长了后，我就来咱的议会遮。你当时咧，你讲无所在，我讲无要紧。委员会，阮有4个委员会，平常时规划时间，咱来互相瞧一下，应该会使。所以咱的总干事咱3个事情紧着已经，我讲好，一个委员会嘛停下来，隔开，互咱遮来做一个过户性，实在今仔这失败，倒转来咱的议会，无论是过去，现在会当来行行的，所以这个老朋友有一个好的所在，安尼嘛袂歹。会当转来甲咱议会联谊会的这个参会，把它上来先去甲市长来商议，因为我是以过去的议员，这个随所讲第15届咱台湾关议员的这个身份来甲大家各位先生请安。伫今仔日咱这个议事的这个遮好的这个议会的电灯吼，咱拢真感谢咱的市长，伊迄个时阵伊来规划，这个议会市府去甲遮尔出席，我想有一个足重要的意义，就是头前人有一个眼光，看到后壁都市的发展，对着接续来，咱的整个大台南市也是管市政议程拢有足大重大的贡献。伫会后联谊餐会，议长郭信良嘛甲市长黄伟哲做伙来敬酒，并且一一甲随道的历届议员手问好，最后并且甲历届议员全体来翕相留念。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北区河政事所主任的李俊德，个人95岁妈妈李曲淑华日前往生，个别社当中家儿孙拢照到，伫悲伤的丧别气氛当中，却有真深的大爱。因为包括李主任的7位家儿感念妈妈在生，时常帮助弱势做爱心，所以特别捐出公积金加保险双重补助，总共28万。互妈妈伫北区土生土长的5间国小、2间国中，上午伫区长李黄新的见证与关键，将妈妈爱延续来照顾学校弱势学童，场面温馨。他从出生、结婚到养育我们，都是在我们北区这个附近那为了感念妈妈从小土生土长，然后托亲，感念她的一个栽培我们所以特别在她今年10月2号过世以后，到现在把她4方亲朋好友的一个功德金一个电椅，还有加上我们子女有一些保险的丧葬补助款总共28万元虽然金额不多啦，不过代表我们一点子女的一个小小心意啦。在地也深耕在地，希望讲将这爱心更加帮助更加侪咱弱势的学童，所以今仔日有找咱学校的所有校长还有咱学校代表来到这，那他希望说每个学校大概都有提供4万块，4万块让我们的校长能够做一个运用，那帮助我们在地的弱势的学童马公。这个善款在校长妥善运用之下，能够让我们一些弱势的学童也能够感受到学校对他们用心，还有社会的温暖，也能够助他们学业进步，未来嘛会使对咱社会有所贡献。
据我了解，其实李家关键盛况并不是头一摆，在当前李主任的爸爸过身，协会同款捐出功德金25万来救助家属的好，除了有效嘛做爱心公益，成为社会真好的典范。但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我生抱起拄喊过小小，佮三滚粗慢的米皮，会当感受到伊的温暖甲满心的欢喜。因为过去米皮甲衫裤就是湿湿袂干，长期造成皮肤上的镜头，现在拢无啊。讲到某即个米皮，我会讲讲一句良心话啊，盐最好看，十几最好看，一切到心肝。哦，搁一个好处就是讲，我还未开始用这种服务的时阵，讲一句唔听恁笑，我身躯不是会了，会白，一切好啊，你啊，哦，所以我会继续有这信心通去使用。啊，一届无效，我就无可能去用啊。假使今日秋冬拍面皮对这行动无方便，甚至爱长期倒眠床的长辈来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不过现在市府小局委托伊利麦子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所办理会当到厝替民众拍面皮专车，处理过程大约30-40分钟。以5线为例，佮搭配林晨辉慈善基金会居家照顾，就是这么大心方便的服务。台南市的居民、长期的老人，还有长期卧床、行动不便的长者，进行的寝具消毒工作。因为台湾是隶属于一个潮湿高热的气候，非常适合尘螨的生长。那尘螨又是过敏源的主要元凶之一，所以进行寝具的消毒对长辈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借由干燥车上面的远红外线，然后臭氧除螨机进行高温的消菌跟杀毒的作用，让长辈的寝具能够更舒适，然后增加他们的生活品质，这样子。据了解，有这么好资源，对今年初开始到9月底杂志只有30号预约登记，其实是相当无彩。所以小局嘛呼吁，只要是中价受理好的弱势，或者是长期照顾的服务个案，以及身心障碍者，只要一通电话就当免费服务，专线2792906。台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下那有线局为了发扬港铁尊王的信仰文化，促进两岸宗教文化交流，在月22号开始举办第1届世界港铁尊王文化季。到是福建南安的3间祖庙、马来西亚沙巴的龙山庙，以及新加坡南安凤山市，拢会到台湾参与为期30天的专台巡香，为信众祈福。其中郭新良都要欢迎所有信众来到老来求平安。嘛表示，理想行动林冠宪兄弟的赞助，在月27将有911等夜歌星表演，以及爱心物资的捐献，多面盛大。在27号呢，我们的香烟洞的第这位所在呢，是在咱的安南区的台江大道和北安路的路口呢有开唱哦。那特别邀请了很多的歌手，包括911。超图丽娜、王彩华、阿吉拉、朱海军、黄文勋、乔佑等，在这边举办这个活动的晚会，那共同来配合，我们欢迎玉信宫来举办这个活动。那当天呢，那也举办了发放现在这个物资，包括玉米罐、凤梨罐，还有白米，他们这个寿司这个。吐司给所有一般的低收入户来配合做次的活动。迎接咱的祖庙的过信农来到咱台南，会当甲咱台南市所有过信农工大家结合起来，共同来绕境。这个绕境不只是台南人，所以当会全国串联起来的。一般就是讲这个串联能够来祈求咱台湾这个土地能国泰民安啦，大家要百姓大家能够安居乐业啦。
啊，当然在整个就是庙宇里面，大家就是用他们的爱心，也是继续做一些义举啦。为了推动这摆宗教界大事，无分哪里纷纷出来烧天，欢迎对22号启香开始，共同来参与系列的巡香活动，加精彩艺文表演。台南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是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2019 Zipper Run 台南场活动伫安平联来广场起跑，台南市长黄伟哲、立委林俊宪、陈廷辉、市议员李启伟、周丽金、吕维应，蔡小辉等人拢共同出席，为选手加油。市长黄伟哲嘛特别鼓励民众爱培养运动习惯，维持身体健康。今天的报名可以说是创新高，达到8000人，所以说在一般的马拉松赛事来讲，这已经是相当高的这个数字。总之，我们要规划更好的这个马拉松路线，让选手不但是跑出健康，也能饱览府城风光。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安全的这个前提下，能够跑完全程。我希望台南市能够多规划一些马拉松活动，我觉得这是这样的投资，这样的一个建设，绝对是需要的。路跑的活动其实是非常的风行，而且有好多路跑的好朋友，其实都希望说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希望我们相关单位或是我们政府单位，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举办这样的类似活动，才能让台南其实真正变成一个健康的城市。主办单位表示，今年是 Zipper Run 第2届伫台南举办，来自全球13个国家，超过8000名跑者参加，是一场充满马拉松精英跑者的比赛。那今年来我们的台南安平恋爱广场，今年是第2届。那今年有来自13个国家8000多位的跑者一起来我们台南古都跟我们的选手一起来跑。那今天非常难得，有很多国内百捷的选手，都很多的精英的选手都一起来参加我们这场的赛事活动，非常精彩的一场赛事活动Zipper Run 比赛累计至今已经有15万人参与。特别是每一场比赛，拢会伫会场设置全台上大宽3米、跨8米的大型充气运动鞋，吸引民众翕相留念，相当的趣味。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
精彩3张照，就是这3位伫国外留学多年音乐家所演出的。因同时嘛是台南的囝儿，因共同理念就是推广专业精致的古典乐。对这摆台南艺术节，嘛特别邀请因来进行一场《时光之城》流影之声的演出，希望让大台南民众感受到无共城市的意象。10月30号将有一场非常棒的音乐会《时光之城》，是由我们府城的女儿有3位非常杰出的音乐家，小提琴家林嘉玲老师，钢琴家林心杰老师，以及大提琴家戴立文老师。那他们3位都是长期留学美国学习音乐，目前都在高师大担任教授。那这次特别应邀艺术节的邀请。为艺术节做了一场非常精彩的3重奏的音乐会，那即将在10月30号来上场，所以爱好音乐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摆演出将伫10月30号文化中心登场，3位演奏家将会成为马可波罗以轻松美好的3张照，再来4条无共城市意象的经典作品，期待透过音乐来安慰人心，将再来一场精彩音乐响演。台南新闻郭溥仪采访过的。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甲民政局指导，台湾在境宪法研究学会编纂1219行动联盟所共同举办的对迫害到编纂民主甲人权之路的特别展览，10月13号到26号伫南美里活动中心展出，其中利用假日搁特安排一场座谈，邀请专家学者、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以及各个进行当中的迫害案件受害者甲民众面对面座谈，讲出一段一段充满流血甲目屎的故事。长期研究228甲白色恐怖的台湾在境宪法研究学会理事长陈志龙的表示：义用检察官、义用法官、义用律师也都会伤害人，只要义用的都会，所以你不要天真无邪。人权其实不是天上送下来的，人权是争起来的。那谁是破坏人权最厉害的人是谁？就是政府，叫公权力啦。白色恐怖受难者陈庆生嘛，讲出家己接受迫害经历。在那个没有人权的那个时代里，我们没有办法提到要如何保护，我也不知道如何去保护我们好自己，就是这样子任其宰割。我到警总的集美看守所的时候，在路途上的时候，他讲了3个理由，非常的奇怪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面子的问题，他说我们堂堂正正的调查局的干员，我们不可能承认我们做错了事情，抓错了人。第二是如果上面知道了我们抓错了人，办错了事情，我们的考级非常的不好，我们的升官就会受到的限制，这是其中的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们陈教授刚刚所说的奖金的制度，他只要抓了一个人，他说他讲得很清楚，只要把你关起来，没有人会在意，因为我是只有一个人在台湾，我是个侨生，甚至把你丢到大海里面喂鲨鱼，也没有人会替你伸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何况我只要把你送进监牢，最好把你判成死刑，我们这一组人就可以领到20万新台币的奖金。富林大厦企业管理系维持从助理教授嘛指出，应该马上撤销所有违法的税单。公权力犯错不道歉，是我们这一块土地长久以来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太清门这个案子，我们来看看它的整述的过程，一样有不实检举，做出伪证，把人民压起来，开始丑化、妖魔化，违反科学办案。这个违反科学办案的检察官，可以当廉政公署的副署长、廉政署的副署长。这真是全世界大概只有台湾敢干这种事，会做这种事啊！平反烟酒假案是执政者的天职，应该要立即撤销所有违法税单，也要淘汰不适任的法官跟不适任的税官，
另外，太极门湾岸受害者医生嘛到现场说明当时受迫害经过，透过这种座谈，共同呼吁政府爱勇敢平反假案，嘛提醒人民爱觉醒，监督政府保障人权，落实转型正义。台南新闻综合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